继续来到台北市的西门町，有真侪街头艺人，暗时的6点到10点，拢会来遮做表演。但是当地有袂少的民众感觉安尼影响到因的生活品质，所以台北市文化局有上新的规定，为9月16号开始，暗时9点了后，禁止街头艺人使用音响甲麦克等等的设备。结果是引起到真侪街头艺人的反弹，讲会影响到因趁食。精彩丰富夜生活，西门町是台北的重要景点，其中一个焦点就是街头艺人的表演。不过，伊嘛将要面对着全新的挑战。台北市西门町埔路区从9月16号起，晚上9点过后，街头艺人都不能使用扩音设备，就连拿手机大声放音乐也都不行。50个喇叭甲麦克死到拢总袂当用。台北市文化局表示，因为当地民众反映讲，暗时会吵到因休困。香港也有的，在旺角，可是我们香港没有反对，所以我觉得台湾有，比较特别吧。Policy is not good for the tourism like us because we love to see the things from the Taiwanese people doing. Like the traditional people do in Taiwanese, we could see that one. That's important for me to come to the Taiwan. 若袂少外国游客无法度理解，台湾的街头艺人更加是欺善老命，认为讲这根本就是禁止因表演。在地议员施立信也认为讲，这不符合西门町商业区的状况。对街头来讲是影响蛮大，因为你等于少人。如果有些人他纯粹音乐类的，或者是他需要搭配音乐表演的，他以前都会到10点，但是长期也是有一些，譬如说换店的业者，或者说这边的住家虽然不多，但是也有一些住家有在反映，可以试试看看，然后到时候再来调整。暗时过9点了后的西门町，要放麦克、禁止喇叭，支持甲反对意见拢有。街头艺人要讨谈，居民要追求生活品质，要安怎兼顾？政府就爱个斟酌考虑。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